殲15係我哋東大第一款國產嘅艦載機，佢亦都係世界上體型最大嘅艦載機。咁作為艦載機嘅殲15，佢嘅性能水平究竟去到邊度呢？其實殲15咧只係一部速成機，因為我哋東大研發殲15嘅初衷係解決東大海軍冇固定翼艦載戰鬥機嘅問題。美國佬啊，經常喺亞太地區開住航母戰鬥群咧，係個哈哈霸霸。我哋如果冇艦載機，只係得隻遼寧艦，咁樣相當於咧航母係廢嘅。所以我哋只能夠咧急急甩甩就將殲15改裝而嚟。殲15嘅原型機咧係參考咗蘇聯蘇33嘅艦載機框架進行仿製，但係我哋參考嘅咧只係氣動佈局，並唔係全部複製黏貼去整隻飛機出嚟嘅。殲15相比蘇33咧，佢嘅外形尺寸更大。殲15機身長22.28米，寬約15米，面積達到65平方米，係世界上最大嘅現役艦載機。殲15咧唔單止大隻，佢嘅雷達火控系統同埋航電系統咧更加先進，佢可以執行超視距嘅打擊任務。得啊得，唔得啊翻順德。